二百天风采对太麻里造成灾情，尤其恐香兰韩国系重灾区。恐香兰的灾情为案例会，除了认证风采提给电流以外，主要係幾隻嘅含有幾多50-60年嘅嘅老火房，損壞嘅也價格如係也得老火房哦。恐香蘭行人徛喺一般國家喺台灣一等少睇海巡嘅客家莊，韓國喺南回公路巷離野行人個多個鐘頭。6年前，客家新聞雜誌錄攝許多恐香蘭記錄嘅當時嘅樣嘅，透過鏡頭向下嚟了解恐香蘭嘅客家歷史，看下風采以前嘅恐香蘭。未向下來看風采對一隻客家莊帶來嘅衝擊。當年年代兩隻偏白人，提早看到嘢跳出來嘅素材，太麻里總係移動人最後一個素材。了解除了肉眼出面，其實清朝時除咗行人使到兩類快散打拿。了太麻里吼，做生時演出面較多嘅吼，其實到日本時代。見到客家人吼，最早個運動是跟呢綠隊客政府人建個，跟日本人佢來開發啲東埔，都啲個土種廟嗰片客人，你下就比個南部客就較多。東海岸嘅客人分散帶到各種素材，係那太麻里嘅恐香蘭，客人出獎勵日本客家，係缺少嘅海岸客家總頭。早期香蘭村肉眼出面老韓人，不過族群之間有異多紛爭，所以日本人除了眼出面，使到另外一隻素材。跟日本人為咗解決啲衝突嚇，叫將啲荷蘭人，他就眼出面就使下個南海一個新香蘭啦，兩人大家都講啲舊香蘭啦。有啲種我們人不可以，原住民嘅，客家人就用家人。我搞了是60年了，跳擺步自己跳線，冇五個啊，報名獎金咪提起到嘅啊。艱苦咯，種菜咧，割草咧，樹木咧。個倆團客家股冇萬人地，6年前，呢個鏡頭佢留下恐香蘭、筍蒲本地嘅肉鵝。五穀家家，呢個關鍵家、太子家，白宮哦，子孫樣樣，大家合家平安哦，五穀豐收。燒香建設，新城來 Q， 喺南回公路上，兩件主要服侍五穀家嘅富農橋。出係村民嘅信用中心。cái lỗ bụi họ kỹ thuật công anh ấy bị đông căng thiên để抢嗰種五穀gia họ信用太低啊，nơi đó bị đấy phục sự啊，từ thì đi luôn cái bị dùng cái五穀gia五穀苗嘛họ，而家被割香割過來啦。不過日本時代，富農橋其實本單是係一件細細嘅白公苗。喺個自然土地水庫中心啊，呢一度嚟講。佢條擺了為紅水道了條線紅過嘛吼，條自然嘅嗰種油類吼，會條擺炭礦樹了山吼，所以了跳了隻山吼，凍到條嘅。政府要個吼改個條蘭廢炭吼，然後改按照香蘭安啊。條香蘭行業更重落實，對土地白工落五個人，當然係特別謙遜尊敬。早期是咧開天的耕種。還有是個種個那福果吼，福個個種果種啊，個福果價是較好啊。你下就等於是種個種個檳榔仔嘛。你有乜嘅種啊？泰木種，大家按照泰木種啊，銷路要較好，較有肉，木較大吼，幾粒木吼，一木一粒闊啊，一粒直啊。哦，呢粒摘低啦，呢粒啊，呢要開機會，要開光機會就摘低啦。雖然大道東幾個副歌，一扎比一扎喊得大，本已看到出動向外事，現在顯示喊得享受，白牙快來，水處淡淡定定。
鸟你来了。管理好好地方面吼，气候好好地，差不多2斤人2、3斤，呀，啊你啊顺路水了无呀？台马里副高种地600人貢獻，冇奈何呢白鐵風采計下，大圍踢叫上客家，橋向南也將為地風采上流嘅中心，所以在牽動厲害。跟我妈妈2个就腿很别倒，爬不起来，好恐怖，太强了，站不起来。上到風采建議限係先看當準，請用蘭福下係向南村，也就啲講係規嘅推動，獨棟罕見嘅客家建築，日本首起嘅係豐州市木造結構老邊嘅標幅，看起來比日本幅嘅還難高。有咧是50人年的啦，我同我家公講嘅哦，以前講記得辦過咧大，我阿公啊，我家公係爸爸阿公啊，講都該沒有咧搶師傅來起嘅。南方呢白鐵嘅用藥，內表別體兩處大家，有當日本府顯睇嚟。可能會規件大體咯，你講步槍冇法度學步槍啊！你了步槍，你了cái木頭拉去咯，你幾下就忘睇了，盤得都冇法度啊！幫每起嘅政府係用專業結構，就資產團體來提漲不當，不過專心本單是係邊個標幅，怕係上流也流唔係嚟。萬福真好咧吼，俺若有好大咧，俺葉片整身都即個學咧長咧啊！因為客家人對個整天吼，攏較注重啊，會拜祖公啊吼。既然會重建吼，主要是考慮講客家莊嘅特色，怎樣來做。本身去到鄉里就感覺啊，啲係客家莊，吼，唔係講上前到普通繁屋上啊，就看唔出啲客家嘅味道啊。呢白鐵大內北港人內望水就高17級安泰嘅強前府，從事向南嘅老夫嘅地車北方，還有嘅早從夢年大爺，從4世紀繼續熱扎制度，熱建議標記落後。南迴公路後，會至下到下呢嘅作惡，因為風采兩會受到東洋衝嘅損害，大家也贊助知道，人類兩會就按樣子嘅客家狀態。一條通讓當年讀出來，重建唔啲會做到內容時，台馬呢啲人哋嘅跳舞夢夢看難以暫為有春高。